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尼希米记第9章26节到31节，路加福音21章20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苦日子。小时候常常听人家说，这个人读书读到背后去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虽然知道有法律，他却不在意，或是根本他不愿意记。就如同在圣经里面强调要顺服上帝的诫命，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经常的违背上帝的旨意和诫命。一旦人选择了违背上帝，就必定要自己去面对将来的日子，特别是那一些自己无法去处理或是不能面对的苦难的日子。先知书尼希米记第9章26节到31节继续的提到以色列人的问题。圣经说，但是你的子民背叛你，不顺从你，他们不理你的法律，他们杀了劝他们弃邪归正的先知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你，你就把他们交在压迫他们的敌人手中。他们遭难时向你呼救，你从天上垂听他们，你大有怜悯，给他们领袖，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他们得安宁后，又在你的面前犯罪，你就让仇敌再一次的征服他们。但当他们悔改，再向你求救的时候，你在天上听见了，你大有怜悯，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他们。你警告他们要遵守你的法律，但是他们狂傲，不听你的命令。他们明知道遵守你的法律是引到生命的路，他们还是硬着脖子顽梗的拒绝听从。你连连忍耐的警告他们，你借着你的灵感动先知向他们说话，你的子民却聋了耳朵。因此你叫邻国的人民来征服他们。虽然如此，你的怜悯浩大，你并没有丢弃他们，毁灭他们，因为你是有恩典怜悯的上帝。虽然上帝一次又一次的怜悯以色列人，赦免以色列人，拯救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硬着脖子拒绝顺服上帝。上帝虽然透过先知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却仍然是如同聋子一样，一般的拒绝听从，甚至杀死上帝的仆人先知。所以当然要自己去面对苦难的日子。路加福音21章20节到24节中，耶稣基督提到了将来的预言。耶稣基督告诉跟随他的人说将来的苦日子。经文里面这样子提到，当你们看见那耶路撒冷被敌军围困时，你们就知道他快要被毁灭了。那时候住在犹大的要逃到山上去，
住在城里的要出来，住在乡下的不要进城，因为这是惩罚的日子。要使圣经上的话都得到应验，在那些日子里，孕妇和哺育婴儿的母亲就苦了。严重的灾难将要临到这地方，上帝的义愤要降在这人民身上，他们要死在刀剑下，或被掳到各国去。异教徒要践踏耶路撒冷，直到他们的期限满了。当苦难来临时，躲当然就躲不掉，就如同我们经常说的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。面对苦难的日子的时候，才知道要顺服上帝。这就是世人的问题，也是以色列人的问题。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。上主啊，我向你献上祷告。我的上帝啊，我只信靠你。求你使我不至于失败蒙羞，不让仇敌向我夸胜。信靠你的人不至于失败，失败的是那一些无故背叛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把你途径教导我。求你引领我走在你的正道上，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。我日夜仰望你。上主啊，求你记得你的仁慈，记得远古以来你所显示那不变的爱。求你宽恕我幼年所犯的罪过。上主啊，求你因你的恩惠和不变的爱顾念我。上主至善公义，他指示罪人该走的路，他引领谦卑的人走正路，把自己的旨意教导他们。他用信实和不变的爱带领所有遵守他的约和他命令的人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，愿意听从你的诫命和指示，让我们能够免除于苦难日子的恐惧，使我们能够依靠上帝得到赐福跟保守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